继续来看金曲奖的专题报道，新年前用河巴一种专辑得到金鹰奖最佳新人奖的米莎，已经赢入为金曲奖。也作品《铁路风》用民谣曲风，韩国具有画面的歌词，讲人生旅途中看到唐岛的几多故事，也要用音乐来呈现一出用唐德里的公路天涯。用花开到山灯，开到山背。强强唱搭配吉他、听吉他，还有低音太提琴，演奏出来真单纯的感觉。棉花开到闹闹的景象，唱起出现头浓细度。应该讲，上下唔单唱係故事，上下係一絲絲的嘅畫面。先後用歌曲講古嘅米莎，4年前用河巴呢種專輯引起音樂界嘅注意。禮拜蔡路紅腔款係講古，但是上係佢開始探索世界嘅作品。我老給設定為一隻公路音樂，當中安尼視察啲路紅嘅世界，天定一條路安尼去，但係又經過一隻又一隻嘅地方，然後讀到無同樣嘅人，看到無同樣嘅事情，聽到無同樣嘅故事。輕快嘅爵士藍調帶點調皮嘅感覺，講嘅係人同旅途中夢想同現實嘅矛盾，係蔡路紅專輯嘅精神。另外，專輯第一條歌行路加萬歌，簡單嘅14世紀時到東方唱全島演奏曲嘅天公之前，還有前邊一條嘅基調係用低毛帶方式來做呈現，看起來簡單冇乜設計，但是未帶點對後生人淺易嘅觀察。因為後生人嘅蔡路紅唔係動多錢，唔係動有多嘅資源。就會我們有多少能力就做到多少事情，那我覺得那一點點粗糙的感覺是我想保留的。蔡路紅以下唱出出眾代表後生人嘅心聲，咪係米莎離開屋企，落去南部讀書，追求夢想，15年來曾經嘅心路過程，還有旅遊筆記，甚至是講係佢結束流浪嘅終點。卡卡新聞林建佑廖啟正台北報道。